让我们的歌陪伴你们，给你们力量，在你们需要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样就是我们最满足的时候。家人跟朋友是最重要的。我们都是家人，真的。就是当你失落、难过、无助的时候，请记得把勇气拿出来，看看他的样子，然后不要害怕的继续往前走。谢谢你们。你的故事你家己来写，继续向前行。你的故事你家己来写，继续向前行。